大家好，我係何輝。恭喜咧就係阿仙奴啊，等咗22年咧，成為到咧就係2025-26球季嘅英超冠軍啊！咁啊恭喜恭喜嚇！咁頒獎禮就大家見到啦，喺水晶宮嘅球場啦，咁啊水晶宮都係會將佢哋自己喺個球季完咗之後，譬如歡送加斯拿啊等等嘅儀式啊做完晒之後咧，先至交翻半個球場咧俾阿仙奴。有啲球迷都咁講啊，哇其實喂會唔會咁孤寒啊咁樣？但係你睇下巴黎 FC 俾巴黎聖日耳門頒獎係一個角落頭啊，咁視乎點樣安排咧，視乎佢哋之間係點樣啦。咁如果你話係熱刺球場頒阿仙奴獎嘅話，更加就可能要小心處理啲啊。咁倫敦過去嘅週末當然咧就有喜一定有悲啦，阿仙奴慶祝佢哋嘅英超冠軍啦。咁而熱刺咧就1-0贏咗愛華頓啦，咁啊令到其實呢場波佢哋打和都已經差唔多係肯定可以護級成功，叫做大步攬過啦。咁當中門將嗰度繼續用基斯基啦。咁雖然都係有一啲情況啊，但係整體亦都有啲咧好精彩嘅撲救。咁熱刺就頭先提過大步攬過，我始終都會認為咧近年嘅熱刺咧其實雖然Harry Kane 嘅離開啦 Sonny 嘅離開其實係一個問題，咁但係同一時間咧就亦都有一啲嘅方向咧，佢哋係向一個正面嘅方向行。咁睇下往後會唔會有一啲逐步嘅改善嚇。咁啊熱刺值得期待嘅。咁啊迪沙比亦都係即係叫做完成咗任務啊！賽後佢直頭入到去 press con 嗰度就揾一啲之前比較即係問佢一啲負面問題嘅記者咧，佢話你叫佢嚟，你叫佢嚟同我傾下偈咁樣，咁啊傾咗一輪咁樣啦嚇。咁至於韋斯咸當然係降班啦。咁佢哋降班其實會帶嚟啲咩問題咧？第一降班啊，咁可能有啲主力會離開咧。第二就係球場啊。咁啊 London Stadium 咧就其實佢哋每一年交租就400幾萬鎊咧，就交俾係相關政府嘅。咁佢哋降班之後咧，就原來有個條款咧就會係跌到去200幾萬鎊。咁嗰個價錢其實喺維持球隊比賽同保安嘅情況咧，可能係唔夠。咁唔夠嘅話咧，可能就變成政府嘅補貼，納稅人要支出啊。咁呢個都係一個問題。但係你睇翻件事咧，成件事最大嘅問題係咩咧？最大嘅問題就係佢簽99年啦。咁另外，不過呢個當然啦，大家喺香港呢個城市，其實呢樣嘢大家喺啲樓契啊、地契嗰裏邊 lease term 裏邊其實見慣啦。我自己做測量師我都見過，啲99呢個數字，有啲係999啦嚇。以前有啲地咁樣嚇。唔講太多專業嘢，因為可能大家唔知我講咩嚇。個情況就係話，即係佢簽99年簽俾一個球會咧，咁你睇翻足球歷史都冇咩球會99年都唔降班嘅。咁如果你話一個降班啊，或者係發展得唔好啊，賣咗俾唔知邊個啊咁樣，其實反而要問翻當時 Boris Johnson 嘅政府咧，即係個團隊啦，即係你簽一個咁嘅合約，個球會有啲咩事嘅時候，其實個球場係點咧？始終呢個係一個2012倫敦奧運之前嘅主場館啊，咁呢點值得留意嘅。咁另外今日掛咗一件侯城喺度啦嚇，咁其實好多年前㗎呢件外套，咁侯城就好戲劇性咁啦，即係結果個對手係米路士堡啦，結果臨尾咧就係一個好重要嘅入球啦，對於球會嚟講，可能歷史嚟最重要嘅入球咧，就攞到升英超嘅資格嚇。咁對於英格蘭東北嗰啲球迷嚟講就少少缺失啦，因為始終唔齊啊嘛嚇。咁啊你最好係米路士堡、紐卡素等等啦，翻晒喺度，新特蘭喺晒度，咁就叫做齊人咁樣啦嚇。咁但係世事好難講啊。咁至於韋斯咸降班啦，就近年嚟講其實都可以話合理嘅，因為始終啲積約都幾耐啦。咁好多球迷即係一路就話即係點解韋斯咸叫斧頭幫嘅咧？明明輕埋錘仔，呢個係錯嘅咁樣。咁啊嚟有陣時咧，好多時咧體育咧會帶嚟一啲嘅知識啊。咁啊查翻先知咧嚇其實香港呢個城市都有條街咧 Hammer Street 有冇聽過啊？虎山道聽過啦，喺彩虹啊嗰頭咧嚇，咁有個虎山道球場添啊嚇，都係 Hammer 喎，咩叫虎咧嚇？咁原來咧其實喺人類歷史嘅初期，咁最初有斧頭嚇，咁攞嘢嚟攞嚟揼嘢嘅話咧，斧頭就唔係用利嗰邊噶嘛，斧頭反轉咗用紮住咧，即係你可能用個樹幹叉開去夾嚿石落去綁住嚿石係尖嘅邊，另外一邊通常係掘噶嘛，其實用嗰邊做 hammer 嘅嚇，咁所以咧亦都有係 hammer 叫斧頭，或者係呢樣嘢係共通嘅一個歷史嘅考究嘅，咁呢個幾得意啊！咁大家講下，可能大家知或者唔知啦。咁又唔係錯得晒咧，即係話叫 Hammer，但係可惜嘅就係韋斯咸降班啦嚇。
咁至於阿仙奴呢邊咧，其實佢哋就嚟緊會係喺照我所知咧，就係星期四咧會飛過去布達佩斯啦。咁會係準備歐洲聯賽冠軍杯歐洲冠軍嘅爭霸戰，就會對住巴黎聖日耳門。巴黎聖日耳門就休息嘅時間會長啲，但係即係呢種休息咧，如果你話超過一個星期嘅話咧，其實又未必係好事嚟嘅。咁但係就球隊亦都控制唔到呢啲賽程啦。咁講到就賽程呢方面就亦都譬如呢個週末亦都有好多事情啦。咁首先就祖雲達斯啦，就有可惜啊！呢件其實係2026-27球季嘅波衫嚟嘅，咁但係就攞唔到咧 Champions League 啦，歐洲聯賽冠軍杯參賽資格啊。咁佢哋打和咗拖連奴都靈，咁城市嘅都靈啦亦都係都靈打比啦。更加大冷門就係 AC 米蘭喺主場竟然輸咗俾卡利亞里啊！咁令到艾尼帶領呢支球隊亦都攞唔到歐洲聯賽冠軍杯嘅資格。咁個資格去邊咧？就係贏波喺過去週末贏波羅馬啦。之前當然有拿波利同埋國米啦。咁另外一隊咧就係近年新起冒起得好勁，講緊就係 Como 啊。呢個球會其實嘅發展大家都有目共睹啦。咁來季更加有 Champions League 嘅位置咧，即係呢個對於佢哋嚟講可喜可賀啦。法比加斯啊等等唔同嘅人物都喺近年一路出現啊，成為咗成個故事嘅一部分啊。意大利就咁嘅情況啦。由於Cremonese 係輸波啦，咁所以佢哋都降班嘅。咁另外講到降班就唔可以唔提西甲啊。西甲咧其實過去週末咧真係AI 真係會大派用場嘅嚇。我又唔會太過即係吹捧 AI 年代啊，依家好瘋狂啊，炒得好勁啊咁樣。咁但係問題就係話，由於過去週末咧西甲咧，佢哋有可能4至5隊同一時間同分42分去計分。馬勒卡贏咗就42分，跟住艾切就對呢個基朗拿或者傑羅納或者克羅納啦，城市叫做咁又會可能有啲球隊會係同分。咁問題就係西甲同分，佢係計對賽成績。咁喺瞬間是打一場有波啊、奧沙沙拿等等咧，佢就會係牽引到利雲特等等咧，就會牽引到咧，就係佢要拎嗰幾隊啲對賽成績出嚟對。咁但係如果你喺場邊叫個助教，喂依家幾比幾？依家依咁嘅情況咧，就係邊隊升班邊隊降班。我哋要點樣應變？因為呢個可能講緊係真係1-2分鐘裏邊你要作出個決定嘅事情嚟嘅。究竟我哋要穩陣埋佢啦 ，OK 嘅原來定還是係要換晒啲人出去搏啦咁樣。咁但係場邊個助教真係答唔到你嘅喎。咁最快嘅咧就係你要夠算力、計算能力夠嘅話咧，就真係用 AI 幫手咯。咁你可以寫晒喺度嘅。我都曾經喺星期六嘅中午咧嘗試寫晒啲對賽喺度，但係發現一旦個記錄有咩變化嘅時候咧，我要去揾啦，揾完去睇啦，睇完去對啦，對完究竟邊度降班啦？已經呢個差唔多係最快㗎啦，差唔多最快。但係可能喺場邊你都要幾分鐘，仲唔知有冇計錯啊？呢個先大件事㗎嘛。如果計錯咗原來降班啊！我以為唔降喎，咁啊唔得了啦，係咪？咁所以呢個真係過去週末西甲 AI 可以話真係大派用場。咁亦都好多球迷即係一路以嚟都講話計對賽成績公平啲啊，自己同自己打幾多，我贏你唔贏你，唔贏你咪唔贏你咪輸咯咁樣。咁但係咧大家就亦都會明白啦，計對賽成績會出現呢個問題嘅。出現就係呢一個如果好多隊涉及嘅話咧，你喺計起上嚟嘅時候就好亂嘅。咁你睇西甲。最尾嗰幾分鐘咧，根本好多球迷坐喺個球場度咧，都唔知自己擁戴緊嗰隊波係咪降班啊，或者係咪已經逃出生天？咁呢個都係幾特別嘅事。咁喺呢啲情況之下咧，你淨係計得失球、正勝球啦，又似乎咧就會係簡單利落啲。我至少一睇就知道我係咪降緊班咁樣。咁冇話邊條例一定公平啲或者唔公平嘅，即係個例就預先擺咗喺度咁有陣時就好難講啊。咁至於講到呢個部分英超大家亦都會知道啦。咁之前英格蘭嗰邊有啲媒體都俾佢搞到亂晒龍嘅，講緊就係維拉第幾先至有第6隊可以踢歐洲聯賽冠軍杯啦。咁其實應該係第5先得。咁由於佢攞唔到第5啦，咁所以咧就冇第6隊踢到歐洲聯賽冠軍杯。咁但係歐洲比賽資格都幾得意，因為來季英超咧。可能一去到週中咧，有一半球隊係唔喺英格蘭本土，全部去晒踢歐洲。咁呢個係一個幾特別嘅事啊！咁但係會唔會牽引到個聯賽情況會有啲亂嘅咧？
會唔會有啲球隊異軍突起，因為佢個賽序比較輕鬆，所以例如又係呢隊波啊，例如車路士咁樣，會唔會係佢踢聯賽好舒服，所以佢嘅成績會好好啦？呢個都係好難講。咁至於你話個條例本身咧，大家就唔好諗話UEFA 嗰邊係為咗多啲少啲英格蘭球隊去踢呢個歐洲比賽而定條咁嘅例嘅。咁呢條例其實已經喺度好耐。咁同埋仲有就係有陣時點解去第四又唔可以第六嗰度踢第五先至得咧咁樣？咁呢啲都係喺寫嘅條例上面咧，好多場景、好多 criteria、好多嘅條件加埋。咁再進而喺個條例本身衍生出嚟，你一路度，咁啊度都有個原來佢第四咧就係咁，第五就係咁樣。佢第四嘅時候咧，嗰個名額咧已經係咁樣產生咗，所以咧第六嗰個就冇額外名額。佢第五嘅時候咧，佢就因為嗰個係數嘅關係，佢攞到呢個位，但係佢又 Europa League 嘅冠軍，所以去踢 Champions League 咧，所以呢個位就會有出嚟啦咁樣嚇。咁絕對唔係為咗英格蘭而寫，全歐洲而寫。同埋呢啲例一寫出嚟咧，正如頭先簽99年話齋，你根本唔知道呢10幾年會係點。當然你可以話2007、08到自從喺莫斯科曼聯對車路士嗰段時間開始，好多時4強有3隊係英超。咁今個球季亦都係3個歐洲嘅杯賽都係有英格蘭嘅球隊入決賽，而依家已經攞咗一個嚇。咁啊嚟緊兩隊睇下點樣，都係倫敦球隊咁樣。咁但係呢個例本身，即係呢啲例本身唔會話係向住一個地區或者國家嚟寫嚇，咁啊因為比較長遠嘅例嚟嘅嚇，咁呢個都大家係要注意嘅事情咯嚇。咁另外講到例咧，就又講到 UEFA 啦，哇好恐怖，我睇落都驚嘅。依家2030世界盃咧 ，UEFA 係動議緊一樣嘢啊，就係改制，改咩制咧？就係講緊個qualifier 講緊個外圍賽資格賽嗰度改制，咁就會係模仿或者係叫做同咧就係依家歐洲3大杯賽嗰個聯賽階段嗰個做法係會係差唔多，咁形成咗咧就係話可能會冇咗一啲強隊對絕對弱隊10-0嗰啲比賽嚇，又或者係令到啲球隊咧，其實依家歐洲聯賽冠軍杯或者歐洲3大杯賽嗰個 League Phase 有一個好大問題嘅。以往當踢分組賽嘅時候，6場波贏咗頭嗰4場，頭嗰4場攞咗10分、12分嚇，咁甚至乎去到第5場肯定咗個出線資格，第6場其實你可以好輕鬆。但係依家 League Phase 咧，由於你要有踢到咁上下，你又指住前8位，跟住可能有啲球隊要指住要入去前24裏邊先有 Play-off 踢，結果係搏晒8場㗎。咁結果個賽序就更加密。咁如果你話世界盃嘅外圍賽，本來好似有啲比賽都係強對弱比較舒服啲，都冇埋嘅話咧，咁就 UEFA 同埋 FIFA 多謝你哋係咁啊，將所有嘅賽序咧執到密度咧，根本係最好咧就係每3日踢一場，完全唔停，由年中應該年中無休，所有比賽都係3日就踢一場嚇，無論喺邊度踢都好，無論相隔幾遠都好，都係繼續咁踢。咁啊，佢哋嘅生活中可能係咁樣，但係喺球隊球員，你睇到依家英超都講好多次啦。英格蘭嘅球隊根本練嗰啲球員都出嚟講練波時間都冇。咁如果你再執密啲嘅話咧，係咪即係踢完可能唔練波，翻屋企瞓覺，瞓完覺，後朝6點機場等，跟住去到唔練啦，瞓啦，到時開波前個零鐘頭早少少練15分鐘半個鐘頭踢啦，球員質素 OK 啦，我哋經驗踢法已經知道就係咁樣嚇，會變成咁啦，咁係咪一件好事咧？呢個真係唔知啦嚇。咁啊，整體足球壇歐洲嘅球季就去到尾聲啦，可以咁講。咁啊，嚟緊週中就水晶宮對華力簡奴啦，爭呢個Conference League 嘅冠軍啦。咁啊，週末嘅歐洲冠軍亦都會產生啊。另外近排有啲咩好嘢睇咧？咁就真係大家知道法網開咗啦。咁啊，譬如我都有睇Djokovic Novak 就對Perez 開波好勁嗰個左手應該開波好勁嘅球員等等啦。咁另外仲有 Formula One 啦，哇就阿 Kimi 估唔到係火啊！咁啊唔知佢會唔會有一個新嘅綽號咧？因為係嚟自 Total War，會唔會叫做獅子仔咧？佢喺車裏邊咧就拉人哋嘅，哇好猛嚇！咁等等嘅都會係進行嘅。咁另外世界盃當然啦，亦都如箭在弦啦。咁啊阿仙奴嘅勝利巡遊要喺對巴黎聖日門之後嗰日，唔知嗰場贏定輸啦嚇。即刻要進行，咁理由好簡單，因為好多球員其實一進行完呢個巡遊之後，可能佢哋亦都已經係要收拾行裝
準備歸隊、歸代表隊或者係國家隊喺準備世界盃，冇時間就係依家足球嘅主調，咁即係話 time management 就做得好好啦，嚇咁今日同大家講到呢度啊，希望大家繼續享受體育嘅樂趣啦。係喎，講起有樣嘢咧，就同大家沙個冧節個協啊，就上個禮拜啦，講緊亞冠聯2嘅決賽啦，就講緊係斯考赤有踢嗰隊咧，就係艾納斯啦嚇，唔同嘅譯名啦，咁就對住咧就係大阪鋼巴大阪鋼巴其實就我就好快噏咗啦，大阪櫻花，大家知道大阪兩隊波啦，大阪櫻花啦。就另外仲有就係大阪鋼巴係兩隊波嚟嘅，咁大阪鋼巴佢哋個冠名大家都好熟悉個電器啦 Panasonic 啦，咁所以就其實亦都有一路好多係叫大阪飛腳嘅，咁就好快噏錯咗啦，真係唔好意思，再次咧希望大家咧就可以好享受啦嚟緊歐洲嘅2場杯賽決賽啦，咁睇下邊隊咧可以係捧到杯啦。